因为我兄弟甲同伴的缘故，我要讲愿平安伫你的内面。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我要替你求福气。圣诗第3首，阿伯咱的上帝，阿伯咱的上帝，高高统治万有，古早就有，直到万世。仁爱的主，独一自然而然，天顶地下，当任着阿乐我上主圣名，永远无尽。万贯统治万物，古早就无的个万世的那耶主，同一主的力量，一点的抗击，有了我上主。我无尽，主基本心的神，我可以说就做，我每个人的心会光就你眼光，我每个主的。称赞你万万年，我的标主你愿望我天，主那的红点呀，最难公的基础，他呀谁敢？最后和平定固，一切安全管理，先可以做维持，安全行动也要最对眼光。天上的天空，降下极光照亮，我若被人显现基础，千转万世，我若连做兄弟，我要当下。拢归地的愿望，咱犹原兄弟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以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内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把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启应，启文第61篇，启文第61篇，以弗所书第2章。我来启恁来印。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
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园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通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呗。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上主。阿免，咱即时来祈祷。全能的主，有大权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的倚靠，阮的毋望。你是高高在上的耶和华，愿仰望你。感谢你有慈爱、有怜悯、看顾甲帮赞，互阮有气力、有能力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因为信靠你，啥物困难拢会得过。虽然逐工拢有无共的美色在引诱阮，但是主啊，你是阮的教导师，句句答阮讲，阮是你的囝儿，爱行主所欢喜的道路。主啊，只是求你坚固阮的信心，跟对主的脚步，做一个主欢喜的使徒，互阮逐工经历你的信息，使阮有健康的身体，丰盛稳定，受主的引带，彼此相听，建立主所欢喜的教会，荣耀主的圣尊名。愿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5月26日为总会所定着的玉神奉献主日，甘愿派纳莫赫义信牧师前来请安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中执会公告，本会通过教会生活公约甲教会道路站空间管理甲使用办法。以上搭伫个教会内群组会当去看。第三点，社会公告，本会准陈杰生执事请示第22届执事的积分。第四点，112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完，敬请兄弟甲公报若查询收据号码后，搁在办公室领取。第五点，本会6月初1拜六9点到11点半家庭探访因故暂停一遍。第六点，下主日6月初2礼拜下晡3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6月份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第七点，本会定伫6月初9到6月16 2周下主日下晡3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举办幸福特会，敬请幸福小组的贝斯特报名参加。报名小组长请区长伫下主日6月初2前整理名单后送到办公室。八点，本会定伫6月23号礼拜第二场礼拜举行洗礼式，当天第2、第3、第4礼拜联合。要接受洗礼、更新礼、小仪洗礼的，请伫6月13拜四前办公室报名。未参加幸福小组的，爱参加信用个别课程1礼拜。第二，具体消息送讯，本会有咱年弟兄5月14拜日安孝主怀，已经伫5月21拜二举行纳棺火化，安葬伫弥德公塔，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三，教界消息，请陈牧师。咱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高雄小区6月15
现在是9点到12点，有举办高雄小区的联合礼拜，地点伫南主教会，费用100块。咱的妇女生活队员拢有补助吼。讲员是陈佩琪传道，欢迎咱的姊妹会当伫咱这个主日进前，郑美仪队长来报名参加。第二个中委会有定伫5月30，就是后即个过来的拜四吼，暗时8点到9点伫阳平教会举办为台湾的祈祷会。咱教会有提供福音车前往，欢迎中级兄弟会当伫过来拜日前，甲办公室报名因为爱安排车辆迄暗7点20由于教会出发第三公中会定伫9月初7上午9点半到12点举办咱全中会圣经的模拟课，这个圣经的要考的是路加福音，会当参加考试的，就为国校、甲各高中、成人、各有上年，这是分无共组吼。考场拢伫德国教会，报名一人100块，迄个奖金就是有前3名，拢前3名，第1名2000，第2名1200，第3名800。佫有团体赛，就是教会做单位出前3名用教会前5个上高分的，至少跨3个组，安尼就平均啦那团体第1名是5000，第2名3000，那第3名2400。欢迎咱伫7月28办公室来报名参加。咱儿童牧区会当甲咱的区长来报名以上。毋知今日有迄个来宾无？咱特别介绍咱今日的南摩牧师伊的师母伫头前，咱拍拍欢迎非常易来咱表示。请咱三甲来共守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下卷第6章第1节甲第4节。旧约列王记下卷第6章第1节甲第4节。先知的学生甲伊丽莎讲：看，阮甲你所住的所在遮下，求你准阮去约旦，逐人对遐取一支材料，互阮伫遐去一所在通徛。伊讲：恁通去。有一个讲：无得体，求你甲罗伯去。因讲：我要去。对安尼就甲因去，因甲约旦就错手以上。愿上帝话常常踮伫阮的心内。乐，请俘虏献歌队。我主兄弟，我为我。
是同心合力去做主体，同心合力去做主体，请着三新学院牧育长那木鹤医生牧师。愿这大家平安。今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主还有派牧育长那木鹤医生牧师来咱中间来分享上帝话。伊是台东的阿美士所以我讲咱教会伫敬拜中心我若大概有20-30个也是拢为东部来即个阿美士感谢主，所以讲了时间过了真紧，拢袂记感谢上帝玉山新学院是咱总会特别设立培养原住民的牧者、侍奉者所设立的伫民国46年设立，即卖已经77档、78档较早阮做新学生，就拢甲玉山新学院真侪交陪因校庆的时候，拢会去遐运动会因真爱拍篮球，真爱拍排球感谢上帝透过宣教师，透过咱历代真侪中心的萝卜，譬如讲高俊明牧师、杨启寿牧师，因伫遐足用心经营到即马拢是咱原住民的院长带领或者学校会当负起真要紧神学教育的使命那针对原住民，其实咱本地人要去遐读。嘛共款会使三间新学院拢共款共款的学位出来拢会当受派伫教会服侍即帮花莲地东当然遮阮也有受损所以感谢主，今日咱欢迎那么牧师来分享，会当报告好的院方来宣讲上帝话，咱拍拍欢迎同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的葫芦话敢若一句尔，真感谢牧师的介绍所以你们知道我是阿美族伫台湾要讲足济咱台湾的话啦我的母语阿美族加16族的原住民的加咱的葫芦话加客家话所以对我来讲是真大的压力加挑战啦。所以今仔日我可能因为我较含慢虽然我伫大神有学咱的白话理一学期，不过毕业了后呢，拢献还给老师伫育成22年的时间没有机会来讲台语因为要面对16族17族的同学们要讲中文所以今天早上很抱歉，我用我们共同的语言，不是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母语台语葫芦话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有一次我被总会的原先派去彰化和平教会去，后来我也跟牧师说我的台语不是很好，牧师说没有关系，你讲中文。就一到台上就跟我们一样都是喜多郎因为那是比较像那个偏僻的一个教会那就我说祷告，我就用台语，不是讲道，是念了我的讲道篇40分钟念了。后来礼拜结束以后，我就问一个比较年轻的执事，我就说：“请问执事，刚刚牧师讲的道怎么样？”他说：“牧师，你的内容很丰富，要么过拢听无。”这是我做台湾人的一个悲哀，也是一个困难也是一个亏欠上帝的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早上请大家原谅我要用中文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同心协力来建造房子，同心协力来建造房子。好，我们都知道中国呢
有一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说家和了以后呢，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欣欣向荣，来鼓励每一个在那个如孔夫子的所治理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因为有这个家和的一个概念，让万事都顺利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或是台湾的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有没有真正的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讨论的是同心协力来建造房子。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的引言而已。那么这个很精彩的故事是记载在第5节到第7节，也是列王记下的第6章的第5节到第7节。这个精彩的故事，我相信有在上过主日学的人呢，主日学的老师都会教我们，都会告诉我们这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就是有一天，这群先知们到河边去砍树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个学生，他的斧头就掉在水里面那么掉到水里面以后呢，他们就非常紧张，就求教先知以利沙说，斧头已经掉在水里面了。结果以利沙用一个很奇妙的斧头在下面，然后他用一根木头把它丢在这个水面上，没有想到这个斧头浮起来。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的想法，木头跟斧头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个铁器把它吸引过来，要用什么？要用磁铁。可是木头怎么可能会把这个铁器的斧头把它吸引过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机启示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呢，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跟分享的。那么今天要讨论的是第1节到第4节。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校长以利沙跟他的学生们之间的一个对围一个对话。他们的对话这1节到第4节非常的简短，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非常深的这个深奥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是说，请准许我们到约旦河去请准许我们到约旦河去。那么这一个故事呢，大概是在主耶稣诞生以前的第9世纪，也就是800年到900年因为耶稣降生是要从1、2、3、4、5、6推到5000年这样的是在800年到900年，说900年到800年之间的叫第9世纪。因为当时呢，以利沙跟以利亚是在那边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个宣教师，所以就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去跟随他们，做他们的学生，就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学校呢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团体。怎么个特殊法？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那么一起旅行，也一起工作。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以利沙的学校呢，是现代神学院的最原始的一个模型。那么也由于越来越多的这个学生们呢，到这个学校的去，在非常有伟大的这个教授的名下来读神学，所以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空间就越来越拥挤了。那么这一间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学校，当然这个建筑物就不够使用，那么教室非常的拥挤，桌子椅子就不够使用，当然宿舍啦餐厅就非常的窄小，就很显然的
这一间成长的神学院，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跟房间，所以在数目上，学生的数目越来越多，表示伊丽莎的学校是这个宣教的事业的成功的一个现象。但是在学校的设备的不足显示呢，这个学校的经济方面或是行政效率方面呢，可能有一些个缺失。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的缺少，直接影响到的是学生们在学习跟日常的生活。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学生们怎么去反应？他们不像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在新闻媒体里面，特别是美国在60年代的一种学运，他们在学校里面来示威，堵住学校的校门口，或是罢课，或是捣毁教室里面的设备，甚至占领行政大楼。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子做。那么这些学生，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所遇到的问题，而有一些学生可能也批评，甚至也指责伊丽莎，你的行政的能力是非常的不好。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全体的学生们，他们非常的成熟，很有理性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就一起去找校长来谈。所以他们不仅仅把问题提出来讨论，也提出解决的这种办法，同时呢，更进一步的跟校长伊丽莎表示，他们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刚刚说，这些学生们他们非常的成熟，是因为他们能够去评估这个问题，那么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同时他们也愿意在评估了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以后，说共同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成熟的现象，我认为是一个人的一个成熟度。心理学家就提出来说，如何去判断一个人他是非常成熟的？他说有3个现象。一个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同时呢，然后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第3个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刚刚我说这些学生们他们是很成熟的，因为他们去评估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去分析了这个问题，甚至他们自己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校长对学生们的要求，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当这个校长听到了学生们的这种要求以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了解伊丽莎的一个个性，我们一定会认为他会把学生们的这个要求马上把它否决掉。如果我们往前面去读几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伊丽莎她是一个每天板着脸的一个面孔的人，她不懂得幽默，她也没有笑脸。比如说有一天，伊丽莎她从耶利哥要去伯特利，在路上她遇见了一群的年轻人从耶利哥城出来，看到伊丽莎就讥笑她，大声的说：“笑那个伊丽莎是秃头的。”那么伊丽莎听到了以后，她就奉上主的名来咒诅他们。于是就有2只母的熊从树里面出来，撕碎了这一群年轻人当中的42个人。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2章23节到25节。当然这个故事的重点要教导我们是要去尊师重道，去尊重这个先知的权威。然后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到说，这个先知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面，可能这个证据还不够。另外一个，以利沙他也咒诅他的学生基哈西，一个很贪心的，就是有一天
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军官乃曼，他得了麻风病啊，不知道怎么去办啊，去解决他的问题身上的这个病痛。后来那个以利沙知道了以后，就叫哈曼去约旦河去洗7次然后呢，他也告诉基哈西说，不要收取任何的费用。没有想到这个基哈西后来心那个贪婪贪心，他就回过头来去跟哈曼说：“哎，我的老师要这个。”结果那个咒诅也到基哈西的身上，所以哈曼所得到的这个病痛，这个麻风病呢，也移到基哈西的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说，以利沙是一个非常严厉不苟言笑、重视权威的人。所以小小的一件事情，可能会惹他生气，会招来不堪想象的这个后果。所以他的学生们一定也听过、也看过这些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平常他们跟先知、跟校长、跟老师的这个距离呢，是保持远远的以策安全。但是现在这些学生，他们遇到了很切身的问题。我们的房子不够了，我们的教室不够了，我们的椅子不够了，餐厅也非常窄小的，怎么办？一定要找这一位很严厉的校长来讨论问题。所以他们就很战战兢兢的去找他们的老师，走到他的前面。所以当有一位学生代表学生们去跟老师谈的时候，他说：“我们所住的地方已经很小了，请容许我们到约旦河去砍一些树，可以去建房子。”我想这个时候很多的学生他们会非常的紧张很焦虑的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他们会以为以利沙可能会认为这些学生他们因为贪爱很舒适，没有刻苦耐劳，没有使命感，就会咒诅他们，他们就会一下子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年轻人，就倒在地下，成为一片的尸体。但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以利沙的回答：“好吧，你们去吧。”所以他的回答也是很简短、干脆、利落，就使得这些学生们他们的紧张的心情就松了一口气。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说：“求你与仆人们同去。”以利沙没有拒绝学生们的要求，那么学生们呢，必定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就感到非常的兴奋，大声的欢呼，认为他们胜利了。所以当他们离开了校长室以后，没想到有一位学生回过头来又去要求他们的老师说：“求你跟仆人们一起同去。”所以他的话也很简短，也很利落，但是呢，让所有其他的学生感到非常的震惊，都吓到了，说：“可能灾难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学生他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呢？我们想一想看，在古时候，我的经验也是，在部落长期以来，我们在阿美族有说是母系社会，但是还有因为在做母系社会里面，舅舅是最大的。舅舅讲什么话呢？小孩子就没有反驳的这个余地。这是在古时候的这种社会是一样的。当在古时候，长辈们的权威是不容许去挑战的，因为命令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的。一般的人不可能向他们的上司提出这个意见，更不要说去要求去请求。所以这一位学生可以说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跟他的老师这么严厉的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一位学生要求他们的校长跟他们一起去工作的，他的用心是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他是不是一个想要找麻烦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他是不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认为说你的学生们都在外面工作，
汗流浃背的在太阳底下劳苦的工作，而你这个校长可以在冷气房里面翘着2郎腿来休息。好吧，我就把你拖下水。我想这位学生他不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不是的。我认为他所提出来的要求，是因为他爱他的老师非常的心切，叫做爱师心切。因为扩建这个校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跟工程，而这一位学生也希望他们的校长也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计划，因为他认为他们的校长如果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会遗憾终生。而且校长出现在工作的当中，共同努力扩展学校，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校长的出现是一种鼓励跟支持，他会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个扩展的这个计划。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了解，这位学生他才会很大胆的跟他们的校长提出要求，说跟他们一起下到约旦河去看树。也幸好伊丽莎能够体会学生们的这一点用心，也能够了解到学生的这种用意，所以也就欣然的回答说我可以去。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能不能看出这个故事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那个美丽的地方就是这一些学生们，他们提出抱怨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太小的批评的这个声音，他们更了解要提出这个办法以后，可是他们的校长能够拒绝到权力的一种诱惑来压制他的学生们，也甘心的参与跟学生们来主动所提出来的这个扩建的这种计划。所以学生跟老师之间，他们不仅仅能够相互的了解，互相的怜爱疼惜，同时也能够同甘共苦，相互承担责任，就成为一个爱的共同体。所以老师跟学生一起盖房舍，除了增加新的坚固的居住的空间，可以在舒适的环境来学习，所以可以达到享受兄弟友爱的这个情谊。所以第三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讨论的就是共同建造房屋。共同建造房屋，我想共同参与是这个故事的这个重点。如果没有这种共同参与的这个精神，他们的学校不会快速的成长，也不可能享受到爱的团契。但是共同参与，它不仅仅是一种相处在一起的一种联谊性的，它含有更深的这种意义。那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大家一起生存，一起受苦，一起相信，也一起挣扎，一起奋斗，一起寻找此生跟来生的这种意义。因为这样的会达到一种共同的兴旺，他们也可以共同的来庆祝。我想这就是那些学生跟老师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这个故事的这个重点。那么由于这一点呢，这个故事就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故事。我想教会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教会也应该是那种共同参与、共同建造的那种爱的团契的一个地方。因为教会它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或是一个地点而已，教会是一个地方，用我们的活路说一个所在，而不是一个空间空间而已。那到底空间跟地方的不一样在哪里？
其实他们是好像字面上好像很类似，可是意义上是不一样的。好，我做一些个解释啊。空间是什么？空间比较属于一种中性或是中立的一个地点。这样的一个地点呢，它没有要求，也没有一种尾声，甚至也没有责任的一个地点。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台湾有许多的大卖场，我们也常常会去旅行，到哪里？到捷运站啊，到那个高铁站啊，公共汽车站，或是火车站，或是到飞机场等等的。所以在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它会被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被填满，之后人去楼空了，人都走散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们不可能在那边做决定，我们不可能在那边委身我们自己，甚至我们奉献我们自己在那个地方，也不是我们追寻我们人生意义的那个空间。但是教会它是一个所在，是一个地方，完全跟这个空间不一样。为什么是不一样？因为教会是大家共同所建立的。我来之前也读了一下我们教会右昌教会的个历史，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感人的，是弟兄姐妹们共同来建造的。因为教会的建筑物，当我们在建造的是每一位会友们像以利沙的学生一样，到约旦河去砍伐木材来盖的。教会的墙壁上的每一块砖块，都是会有用心血所造成的。教会里面的里里外外的每样东西，也都是我们从内心里面所奉献的，被上帝所接受跟祝福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圣坛上，上帝的话语被他忠心的仆人把它宣扬出来，而上帝的名也被我们这一群热心热爱他的人，用我们美丽的歌声把它颂扬。甚至在这个圣坛上面，我们本身或者我们的孩子，他们接受洗礼，甚至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受洗领受圣餐，甚至立下婚姻的盟约，甚至在早期我所看到的我们的部落葬礼呢，都是在礼拜堂来举行的。所以在这个圣坛里面，我们有时候有快乐的，也有黯然神伤的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有哭泣的时候，也有欢呼的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有在信仰上面的这个挣扎，有时呢圣灵也在我们的内心动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充满着喜乐跟盼望，虽然有忧伤，有忧虑，也有眼泪，然而我们在这里也决定了，也做了献身委身的这样的一个节制。在这里我们也受到挫折感，可能我们也会生气，也会感到焦虑跟绝望，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上帝的话，我们的认同感也就建立在接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后，也确立了我们的生命的方向跟目的。所以总的来讲，上帝通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下到约旦河去砍树来建造房子。我就讲原住民教会的成长跟发展，因为今天是一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不再另外找时间另外用一个时间来做报告，就放在这里跟大家来做分享。刚刚陈牧师也提了一些说今年一审已经是77岁的如果用人的年纪的话，77岁的老人如果用孔子的人生70才开始，所以他才7年才7岁这样的一个。可是当原住民在1950年到1960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所谓的叫20世纪的神迹，是因为透过了许多愿意奉献生命的几万伟浪
还有达味，甚至喜南缅，他们牺牲他们的家庭、妻子、儿女来跟随耶稣，到淡水去受神学的这个训练。他们就在最艰难的这个时期，很努力的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部落里面都有教会，真正被上帝呼召的一群人。那在教会里面，在部落里面有那么多的资料显示说，日本人离开了以后，在日记是不容许教会到宣教师到那个部落里面做宣教。不过呢，这一群原住民他们默默的，或者说在暗地里面呢，也就现在我们说中国的教会叫地下教会，当时他们在日记上真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教会，来去听刚刚所提到的几万也好，有到瓦旦，这个维朗达滚，或是喜南缅这一群人，邀集的人非常的多，所以资料显示已经有4000多名的基督徒。4000多名是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受洗的基督徒很不容易的。所以孙雅各就非常的担忧，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神学校来去培养传道人，可能这些教会就会消失。因为在1624年到1661年是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的这个时期，那么当时荷兰人他们也派了38位的宣教师来，可是到1661年，当这一群人这个荷兰人被郑成功打退了以后呢，也就没有教会了，也没有基督徒了。是为什么？因为没有设立一个神学院来去培育当时的原住民。所以孙雅各牧师他看到了这个，就请了在厦门宣教的温荣春牧师呢，来去建立培养原住民传道人的一个神学教育的一个机构，在花莲的富士部落，就是这一次4月3号发生地震最严重的一个地方，这个太鲁阁那边，设立一个叫台湾协修架构。因为1946年台湾的人还是会讲日本话，所以他就台湾协修架构，就台湾圣书学校。从那个时候他辗转了7次，由现在的富士到美伦到关山到庆丰，这样的一种7次的这种迁移的这个，甚至到最后到现在的梨潭。为什么到梨潭？是1958年的复活节，高金明牧师把这个神学校从清丰的教会的主日学教室呢迁移到这个梨潭，所以他们早上上课，下午来建造这个学校，他们同心协力的为我们现在的神学校呢建立了这么好的一个校园。那么最令人感动的是，当时的教会如同在彼得的信仰告白一样的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了我们的家来跟从您。所以每一个宗会，每一个教会，他们以奉公的方式，不计酬劳，甚至带着自己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从自己的部落走到梨潭，走路的方式来去建造这个神学院。他们就是一神很重要的一个建造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这个目的，上帝就在1946年同样的差派了这个孙雅各牧师，来去建立这个山上的花园。从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如同以利沙跟他的学生们一同到耶诞河去看树，来去建造这所神学院，一直到今天仍然担负起原住民的神学教育，乃是因为有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关心、代祷跟奉献。那么在这里就培养了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让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临在、上帝的仁慈跟怜悯的传道者在那边被培养。甚至这些被牧养的信徒们，当他们从教会出去以后，也能够分享
从上帝那里来的仁慈跟怜悯，包括赦免人跟包容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感谢大家关心一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你们虽然没有在这个美丽的山上花园跟我们一起从事神学教育的这个工作，然而透过你们的祷告，大家的关心的支持，就如同与我们一同在礼仪堂旁边的一山神学院从事神学教育的工作，为全台湾500多间的原住民的教会来去培育优秀的传道人，来实践以利沙跟他的学生们一起下到约旦河去砍伐树木，来建造上帝所建立的神学的教育的一个机构。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愿上帝在你们的生活、家庭跟个人的工作都蒙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因为你建立的是爱的团契。虽然我们有时候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种族，然而因为你的爱让我们结合在一起，打破了我们彼此之间种族的这种藩篱，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互相的称兄弟姐妹。这是我们多么美的一种情感跟团契。所以谢谢主，也透过以利沙跟他的学生们所建造的这个神学院，以及高基民牧师在礼仪堂所建立的这个神学院，来培育了许许多多原住民的传道人，在500多间的原住民的教会以及部落里面呢，来从事美好的一个神学跟社会的工作。我们相信你的工作继续不断的在台湾社会，特别在台湾原住民在最艰难的时刻里面，来培育更多的传道人，来扶持他们，来看到他们生命是有盼望的。谢谢主，透过今天早上，让我们重新的得到你的力量，因为唯有我们同心协力的来建造的时候，你的爱、你的能力、你的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咱起立吟回应诗，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
以撒听，有信心来帮助。所听你我着面面，主为永恒光辉的地面，救主看了就欢喜，爱了真心感动你。我以撒听，我以撒听，我以撒听，有信心来帮助。功德，咱特别为着玉山新人院的新学教育为着因这帮因的地动也带来损害的重建的需要，咱也为着这个需要来祈祷。而且咱也为着咱的国家新政府打上任，但是咱有拄着伫国会立法有真侪这个争执冲突，甚至有人民到伫立法院抗议这个代志，求上帝施恩怜悯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希望朝野拢会当互相为着国家人民的利益，会当好好来协商化解希望互咱台湾无拄着困难，国政会当顺序来推展咱拢献上大祷，也为着咱教会软正的基体三体祈祷。为着咱教会伫这前半冬无论是报道的工作、栽培的工作，求上帝拢祝福。而且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感谢你，求你听阮的祈祷，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求你应允阮的所求。主啊，照你好的旨意来成就伫阮的中间。感谢你，今日是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感谢你，77年前，你就透过阮的信仰的先辈，会当来知影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工人的重要性。感谢主，因为那像旷野旁的所在，会当来去做到今日这样有规模的神学院。所以总是伫一帮的地动也拄着顺畅，求你也帮咱，望一切这会后的工作，透过兄弟听心，会当带来祝福。主啊，互师生会当伫迄个所在有平安，互因永远会当伫神学教育的造就，会当真做教会祝福，培养好的工人来牧养羊群，建立教会，扩阔上帝国。主耶稣，感谢你，你甲阮的教会三甲地的，保守阮教会伫传福音的工作、栽培的工作，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特别阮也爱为着阮的国家祈祷，伫国会为着立法有真侪争执冲突，也有人民的抗议，求你互这个执政掌权的有地位、有参名。知影为着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优先，会当好好来协商，化解一切冲突，互国家会当顺利来向前。所以说，求你施恩，求你看顾。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伫玉神的主日，求你祝福玉山新人院会当来负起真要紧培养原住民的传教者的工作，主啊，因的需要求你补满，主啊，因拄到的困难你拢知，求你替担当，求你也放记兄弟姊妹的疼心，会当成做因的祝福，无论透过奉献祈祷，望互神学教育会当继续来完成主所交代的使命。主啊，阮也感谢你，
互阮会当伫台湾徛起。虽然阮目前有看到新的政府国会有真侪即个对立冲突、无共款的看法、争执，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你是阮的主，你是阮台湾的主，求你掌管。主啊，阮将这个乱象拢交伫你的手。伫人看起来较像混乱，但上帝你是互混乱会当成做特殊，互沙漠会当开江河，旷野会当开道路的上帝。主啊，伫你无好正的事，愿你掌管，互这个国家所拄着困难会当化解，互台湾会当行光明的前程，互咱的国家拢会当向前发展，互百姓伫遮会当平安徛起。主啊，阮也将阮的软弱的肢体仰望你，求你看顾，求你医治，求你施恩的手伫的身躯顶，互因得到恢复，互因得到勇气，得到平安。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来奉献，请这事进前来收奉献。而且咱有这个奉献录咱会当利用奉献录来为玉山新人院来奉献。玉山新人院感谢上帝，就是那个咱的南摩尔牧师讲的，较早伊那个旷野新人院，后来发展就爱起厝。新人院感谢主，一步一步透过大家关心奉献，即马也有真水的所在伫礼堂。遐诶，综合大楼其实毛量大，咱若要去花莲佚佗去个所在诚水咱多谢大家关心伫新的教育，望恁的奉献会当诚做祝福。伫即间的新人院，互即个新人院诚做若像山顶的花园同款那个像高俊明牧师讲的伫迄个所在。玫瑰开花，开花真无声，充满欢喜，充满上帝的荣耀，充满上帝的水。互咱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愿所信靠的阿爸爸上帝，阮的好处无伫你以外，伫你凡事拢会当，信靠你的拢无欠缺。主啊，感谢你安尼疼阮，互阮有教育的稳定，生活伫富有中，愿甘心献上阮的感谢，诚做福音的祝福，复兴你的国。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祝福垂劝。带恁通平安去，愿主的恩典充满恁，互恁灵魂体拢兴盛，互恁所做的拢顺遂亨通，互恁为着主所献上的，拢得到甘纳，诚做祝福。祝福伫玉山新人院会当起造一个充满主的荣耀、水山顶的花园的新人院，培养好的工人。会当伫原住民的教会，
来复兴你的教会，来扩阔你的国度。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当、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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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道必会。